大家好，我係4P050黎嘉希。今日我要講嘅係惻隱之心同當代社會嘅善念實踐。我哋今日要探討嘅係孟子中一個重要嘅核心概念——惻隱之心。呢種心係孟子提出嘅四端之心之一，係人性善良嘅自然流露，體現咗人對他人苦難嘅憐憫同不忍之情。呢一個情感不僅係人性中嘅一部分，都係道德行為嘅基礎。喺現代社會中，呢種情感依然具有重要嘅價值。我哋將一齊分析佢嘅內涵、應用以及如何喺當代社會實踐呢一個思想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惻隱之心，人之端之。意思係指每個人都擁有惻隱之心，每個人都擁有羞恥同厭惡之心，每個人都擁有恭敬之心，每個人都擁有是非之心。而惻隱之心就係仁愛嘅喜悅。呢段話係出自於孟子《公孫丑上》，佢嘅內容強調咗每個人都具備嘅四種基本情感，包括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恭敬之心同是非之心。而惻隱之心就係人性中自然存在嘅善念，係仁愛嘅開始。孟子亦都進一步用孩童墮井嘅比喻嚟解釋，見到孩童就快跌落井嘅時候，任何人都會本能咁感到憐憫。呢種情感並非源自於利益計算，而係人性中嘅本能善意。而今日我將會探討3條問題：惻隱之心如何喺當代社會中體現？喺一個充滿競爭嘅同利害衝突嘅現代環境中，惻隱之心會否被剝弱？同埋如何將惻隱之心轉化為行動，從而推動個人同社會嘅善行？咁首先第一個問題：惻隱之心如何喺當代社會中體現？惻隱之心喺現代中仍然普遍存在，就比如喺一啲突發災難中，人們會捐助同埋救援行動，就係出自於對他人苦難嘅同情同關懷。例如2024年嘅台灣花蓮發生地震後，全球範圍內展開咗援助行動，國際社會同個人都踴躍捐款，捐款款項高達新台幣1億230萬元，亦即係大約2493萬港元。而境外嘅捐款包括嚟自香港、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澳洲等國家地區。呢啲行動背後正係惻隱之心喺度驅動。而喺當代社會，惻隱之心嘅實踐會面臨邊一啲嘅挑戰？喺當代社會入邊，惻隱之心嘅實踐面臨多重挑戰，包括社會冷漠、資訊過載以及對他人痛苦嘅麻木。例如近期嘅台灣校園中，學生公開發表歧視性言論，顯示出對弱勢群體嘅缺乏同情心。呢個引發咗社會嘅廣泛關注同討論。呢啲現象可以反映到，儘管人們喺理論上擁有惻隱之心，但喺實際行動上都會受到環境同文化嘅影響而受到挑戰。而惻隱之心係點樣可以轉化為行動呢？惻隱之心需要具體行動嚟落實，比如參與慈善活動、加入社區服務或者慈善機構，直接幫助需要幫助嘅人，又例如支持公益事業或係日常生活中對弱勢群體嘅關懷，主動關心身邊嘅人，提供情感支持或者實際幫助。喺教育領域，可以透過課堂討論同實踐活動，培養學生嘅同理心。就以新冠疫情為例，好多志願者都喺隔離期間為獨居老人提供食品同醫療幫助。呢個就係將惻隱之心轉為行動嘅典範。而惻隱之心作為人性中最純粹嘅善念，提醒我哋喺現代社會中唔好被利益驅使而忽略他人嘅苦難。當前社會嘅科技同資訊發達，令我哋更容易見到他人困境，但都可能令到我哋變得麻木。因此需要透過教育、文化活動以及政策引導，促進個人同社會對善念嘅珍視，並將佢融入喺日常生活中，從而營造一個更加和諧嘅環境。而總括而嚟講，惻隱之心不僅係孟子哲學中嘅一部分，更加係人類社會中不可或缺嘅價值觀。喺當前社會中，呢一個思想依然具有重要嘅應用價值，可以引導我哋喺繁忙生活中保持善良同同理心，並用行動去幫助他人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以惻隱之心為出發點，關心身邊有需要嘅人，共同推動社會嘅進步同和諧。多謝。